好，欢迎收看今本日福喜类的个节目。今本日老大家都小解嘛，个小在一只动有意思个平台，了，平台个名啊，就七家老农夫卖。你还嘛个意思嘞？七家老农夫讲电影卖东西。你来看下短片是第六。出网路，然后大家来互相点击一下。像直接跟农夫买粉丝团大概有46000多个人。台湾旅行，然后在台湾的土地上面看到了什么？用轻松小可的话语分享自家并去投入1年喺台灣農村旅行好少嘅過程。遇到石土地生態嘅港中人，發生嘅那條事情，無論係好笑嘅經驗，也係感動嘅故事。買賣是透過講座，本來參加嘅都市後援，韓國經濟部嘅集群土地屯港中人，就覺得我們應該多支持一點農夫啦。對，那覺得他們是蠻辛苦的，那他們應該也是要有一些他們合理的報酬。對，那我們自己也可以更健康啊。我们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消费者，我们就是花很少钱，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网上再加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帮助农夫，也帮助我们自己，最主要是对我们自己好。一个盘商来跟他收购的价格是1斤5块，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1斤5块我根本连成本都回不回来，那他也不知道到底终端售价会卖多少。但是另外一个盘商来跟他买的售价是1斤13块。所以这中间的售价差是2.6倍，所以如果说他有幸运的碰到一个很好的盘商的话，就是有良心的盘商的话，他是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收入，甚至农夫可以再养育他的下一代。藝術真嘅講錯項，講論翻嚟屯辣椒農數據嘅過程，假使所上大馬唐中唐嘅改錯樣，買賣是分享自家看到嘅，自家聽到嘅。外本都市消費者睇得農產品對港中人嘅片都自家嘅訴控，會經過一道無合理嘅過程。好，鄉親朋友咧，家下看到係短嘅短片嘅小嘅，用嘅片段佢有到底係嘛嘅，大家都非常之見解。裏邊其實呢個金薰衣，歡迎。大家好，我是直接跟農夫買的金心怡。歡迎哦，心怡是龍潭客家人。我媽媽是龍潭的客家人。對，而且今天來上節目還特別打電話給媽媽練習客家話。對，所以你今天打電話給媽媽學到什麼？太港好。還有啊，還有愛黑，還有什麼太嘎，什麼太嘎，媽媽應該很開心哈。有，這長這麼大的女兒第一次這麼主動學客家話。對，心怡薰衣係龍潭嘅客家人咯，咁講咧，其實談的是客家話，咁講很少有機會講。對，我覺得今天很棒，來到這邊，讓鄉親朋友分享非常多有意思的訊息，也同時練習一下客家話，練習一下，做得好，做得。做對，其實一塊洗到用親朋友來講，你看我們現場有很多的這樣的農產品都是心怡帶來的，對，然後大家會看到，心怡這看起來一個漂漂亮亮，然後又好像很年輕，然後又很像很嬌小的女生，帶來這麼多的農產品，感覺上有點特別哈，不是心怡自己種的，當然不是，對，是你幫很多的小農帶來的，是，對，今天對帶很多來，今天我背快斷掉，很重，對，這是台灣各地的農夫種的，是台灣各地的農夫種的。我大家是不是想到，伊在這樣子咪種埋到現種帶到按到個果子啦、米粉啦，奇奇怪怪的東西帶到現種，因為係自家種的，你係嘛個？因為佢新嘅一隻平台，有隻平台個名是，鄉親朋友你係講賣安樣嘅東西，你自家讓農夫賣。你還嘛個意思？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平台？直接跟農夫買，就是在一個網絡上面，可以透過網絡購買，沒有用農藥，或者是它減少用藥，讓你吃得很安全的農產品的一個平台。對，可是觀眾朋友就會問啦，你平時機動都有鄉親朋友怎麼呢？我就去市場買就好啦，我還要上網買，上網我又不會。
哦，其实我们网站做的很简单，像我爸爸妈妈60几岁了，就是他们也是在网络上面买。那主要是很多东西是其实在市场上面不一定找得到哦。对，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叫做玫瑰椒，就是它跟手指头差不多大小，对，然后它的风味是特别的香 Q， 对，然后像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张纸，而且这个纸看起来。感觉到不是心仪写的，对，这个是小农写的，对，因为这是直接从农夫的家里面他采下来，然后寄过来的，所以真的，对他们很可爱，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箱子里面附上一个感谢你，是跟你分享的话。对，我们大家来，我们念一下上面写了什么，因为他们都叫我小金嘛，我姓金，他就说，他还写了一个诗，台风或外观差不嫌弃，简单吃嘴会动，健康。家种香蕉的吴老爹，对，所以这是就是我们说蕉农寄给心仪的，对不对？其实老乡亲朋友的不影响，为什么这样子？其实应该说，就像刚心怡讲，有些东西其实是在网络上才买得到，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推行一个网络才买得到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在台湾，我们一直从以前的务农的社会，一直到发展到现在，其实我们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农产品。对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知道，但是呢，可能不知道它有多棒。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在台湾的各个角落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小农他是很辛苦的，可是我们说农夫看天吃饭，但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有时候到你的手中的时候，可能经过很长的路途，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它可能经过大盘、中盘、小盘到你的手上，然后价钱可能也变得蛮贵的，也有可能。但是这样的农产品，可能很多的钱并没有直接回馈在农夫身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平台，你可以直接跟农夫买。其实主要是，其实大盘、中盘、小盘，他们也有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啊。是。对，但是很多其实不用农药的生产方式的农作物，它本身生产成本已经很高了。对。那如果说能够再减短一点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大家买的价格是可能大家比较能够负担的。是。然后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去，就是你其实很少跟农夫有这样子，很少，对，直接这样子的互动，然后你会更知道说生产的人是谁，然后你会带着小孩子一起更珍惜这些食物，是对，甚至走到田间跟他们一起做朋友。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你卖狗子起来买西葱卖嘛。好，连下东东你大卖场买，对不对？或是比较大型的超商去买水果，然后你得到的水果，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如果你直接跟农夫买，你也可以认识他们，而且你可以最第一时间直接拿到。所以连海公东六方都，你讲起家让农夫卖直接，有时候你如果透过通路你去买，很快就可以直接从产地直送，对，所以这样得到的东西也是最鲜甜的。对，像比如说芒果，可能大家从来没有吃过完熟的芒果哦。怎么说？因为芒果它它那个皮太薄了，它会经过运输嘛。对。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有客人说，他这辈子他一定要吃到完熟的芒果，所以我们的农友就想尽办法，然后为他留了一棵树，然后还用网子，接着让那个芒果是自然落下来的。然后那个客人就说：“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芒果。”对。然后比如说红肉李，红肉李这么就是如果你要进市场的话，它应该是要比较轻的时候就要采，因为它很容易碰伤嘛。对。可是如果说透过农夫家直接寄出来，你就可以吃到已经到9成熟的。对，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可以比较晚采收。对，然后它可以直接给不泥。对，所以你那都也时间可能是才刚采收几天，你就直接拿到了。对，没错。那其实刚才台盖有广东吼，其实像买是成立，安用改偏推，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上网络购买，对，是不会很难。对，很简单，很简单。我妈妈都会用，她60几岁了，她都会用，大家一定会用。对，可是如果说现在如果想要小农加入你的平台，是可以的吗？可以，但是我们有一点啰嗦。对，就是因为就我们这个平台是希望能够好好照顾消费者，然后大家都有健康东西吃，那当然也照顾原来就是很努力的这些农夫，所以他会有一些申请的流程。对，他可能会我们要知道说你的耕种方式是怎么样啊，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理念啊？是，然后我们甚至会问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对，所以呢，那你们这样经营这么久了，那有没有遇到很多小农，其实他们的梦想，他就告诉你很清楚，我的梦想是什么？有啊，比如说这个姜，像现在这其实是客家对很特别的一个食物，姜豆是它客家话怎么说？客家话怎么说呢？乡亲朋友哈。
台大赌博哈挺走去洗狗铁罐汤，有吗？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期待用方言讲，哎呀豆干汤，可不是那个豆干，你他会讲铁罐汤，哎，这个真的耶，是我们在客家才会吃到的，有时候你回到家里妈妈才会煮这样的那种铁罐汤。对，它煮出来汤颜色会比较深，然后可以加排骨，对，然后它是豆子去晒干，对，然后我们从小常常吃，我们才发现它尬种长又爱用血。才有这样吃，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小农的产品。对，它是在苗栗后龙那边的一个客家的年轻的农夫，然后他本来是在金融业上班。哦。对，然后他后来他就是回到苗栗后龙的老家的时候，然后就看到父亲一个人在那边耕种嘛，他就很心疼。然后他的母亲走得比较早，所以他就希望他的记忆中一直存在着母亲自己手做那个豇豆的味道，然后还有手做的那个萝卜干的味道，所以他的梦想就是回去把这个味道找出来，所以他现在成功了。对，然后他就现在这个他这个有机的豇豆，就其实在市面上，而且我们看到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你说萝卜干，有些年轻人连煮萝卜干都不会，他还自己做萝卜干，对，然后还自己做豇豆干，所以这是台大公给铁罐头嘛，哈，对，就是一个年轻人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又找到妈妈的味道了吗？对啊，有，爸爸应该觉得很感动吧？哦，你说他爸爸吗？对他爸爸也非常感动。是，用心朋友，其实俩是系钢天应该的些故事，还有嘛个故事，还有嘛个农产品，走到大家的副影响，像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昨天绕墙头應該裏邊哦，絢衣心儀買市來到呢邊，讓大家來小改，直接跟農夫買，安樣改在偏推哦。上一段節目我們其實提到，其實在台灣真的有很多小農的產品是很棒的，對。然後我們其實心儀講到一個凍蟲改觀念，什麼觀念呢？就是我們希望消費者拿到的東西是好的。对，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当然你有可能会多付出一点点成本，因为这跟过去的这个农法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也分享了很多的小故事，该哈公都也是这个铁罐痛来这个故事，这个很有意思。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场看到的不只是这样，对，你看我这边还看到米粉。说实在的，我们广东米粉大概一起熊都也是嘿，新竹盖米粉啊。对，这是大家就想要新竹的米粉，就觉得这是很直接，但这个米粉不一样，是不是？对，这个米粉是在花莲，也是年轻的农夫。现在年轻农夫都很特别，他们都会想要，因为年轻人反而会想要去找到越老的味道。哦。对，像这个米粉，它是用纯米去做的。纯米，对，因为之前不是很多新闻都有报道说，其实台湾很多的米粉里面它的成分并不是大部分其实不是米。对。那这个它叫做庆豪跟慧云，他们在花莲用一种很特别的农法，叫做秀明自然农法。是，它没有用农药，没有用化肥。然后它甚至连那个米的种都自己采种。对，然后用这样子种出来的米。然后再自己做米粉，对，这个过程很繁复哎，对啊，过程很辛苦哎，因为比如说你用500斤的米啊，你只能做成250斤的米粉而已，就是要损1/2。是，所以这个米粉吃起来这个米香特别多，对，而且它吃起来是那种软嫩的，跟一般在市面上或者市场吃到那种。里面有添加玉米淀粉的米粉是不一样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口感不一样哈。对，广东哈杠英最喜欢吃炒米粉了，哈杠英很喜欢吃炒米粉。对，而且这不用泡哦，它可以直接就炒了。对，就是哦，真的吗？对。哦，所以因为哈杠英都好去炒米粉，我们乡亲朋友有记忆嘛？哎，等下有嘛该冻出来细节，在我哈英是被炒一台盘改米粉，台加调下去，所以这是小农做的米粉。对。可刚新有提到一个冻出来贵娘，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用农药。对。连下我是都没弄肉改东西，没按点但你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啊？比如说，因为说实在的，过去的惯性农法台尬农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弄农药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习惯上面，我们的我们的惯性农法上面，其实我们会用适量的农药。对。但是你现在要年轻人或是你在接触的一些老农，你要他们不要这样做，会不会有一些冲突或是沟通上的困难？哦，我觉得困难的是主要是他们跟家人。哦，对，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豇豆干啊，就这个嘛，对的年轻人就是他可能原来在家里面的田是用惯性的农法，就是有用农药的。对，那回去的时候他要跟家长沟通嘛，可是他要自己做得好啊，他要做得成功，是他要自己活得下去才有办法。对，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帮他推广，他才够。
能够活得很好，他就可以说服他爸爸。因为其实用农药，其实伤害的其实是农夫自己本身啦。我们很多农夫他们自己都农药中毒，对，之后是。然后他的工人全部大家集体农药中毒之后，这件事情你有亲身经遇到过？对啊，我们身边很多身边农夫都是这样子啊，或者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农药中毒，然后肝癌过世，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减少用农药。是，其实也没有错哈。我因为读送节目之前，我也跟心怡分享，就是我们之前有去拍一个纪录片，也是，然后也是一个年轻的农夫回去跟爸爸一起合作，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爸爸还是要坚持用农药。他其实没有错，因为他们过去40年、50年都这么做。结果呢，年轻的孩子就说：“爸爸，我们试着不要用农药。”结果采收的时候，有趣的画面就来了。爸爸的那个农场呢，是一箱一箱的卡车，一辆一辆的卡车来，在一辆一辆的水果走。就儿子的是一箱一箱。哎呦，他爸爸说：“我今天是2辆卡车你。”他说：“哦，我5箱。”对，但是有一天呢，他们2个都一起农药中毒，2个一起躺在医院。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为了生计跟那个环境好和对人群好之间，他们要找到一个平衡。对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只是友善我们的人，我觉得其实是友善土地。对，你说现在有些农农肉改东西，黑公一金融农肉，现在即使你不用，我们的土壤也都没有办法，你要重新养地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除了让我们自己有更好的食物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友善我们的土地，让我们的土地可以有一个，你想想看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困难？但现在就觉得哇，我们要吃到一个这么有机的东西，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成本。对，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照片都是心怡带来的，对不对？对，这都是你接触的小农。对，像刚刚有一个笑得很开心的那个香蕉的农夫，就是这个吴爸爸，就是这个，对，他很可爱，他永远都存在笑中，然后他永远都很正面。我记得我台风天打给他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他需不需要帮忙啊？他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啦，还有更多人需要帮忙。然后他就是他还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台风，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人。是，所以这个也是。对，也是吴爸爸。所以你这样现在跟他变成好朋友吼。对啊。所以就为什么他有这种什么叫做台风后外观差，不嫌弃，简单吃的香蕉寄给你。而且他很可爱，他早期是做广告的，很早之前做广告的，可是所以他就常常会写这种像诗一样的。其实我们现场不只是只有香蕉了，还有柚子。对，对，因为现在是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现在来的时候是产季，对。然后像这个文旦呢，他已经50岁以上，所以老我们一般说的老树，对，老长，就是可能比电视机前面很多人都活得更久一点。对，但是他也是一个年轻人，他之前是念那个医管系，对，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就是对，那他妈妈，对，所以他长得也很年轻，他妈妈叫做秀珠，然后你看他现在他们就像带小孩子一样在看文旦，然后他其实我们没有拍到，他后面有那个套袋有没有？有，因为他没有用农药，所以他整个田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哦，所以它整个田里面上万颗的文旦，它要一颗一颗这样套袋。哇哦！然后如果真的是大量的人力。对，然后如果下雨的话，还要帮他们洗澡，因为现在酸雨对环境污染很严重，工很细。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路边跟他一起开会，也是跟他讨论，对，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他们的产品，然后可以在网络上购买。对，来这颗柚子借我一下哈。用去没有？其实可能聊到油类，之前我跟他心意讲哎，刚刚是秀珠。对，秀珠阿姨，秀珠阿姨她其实这颗柚子，1万多颗，满浪大概油哎，每一颗如果需要的话，一颗一颗亲手套袋，然后如果下雨的话，一颗一颗清洗。那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如果说它是有一个这样过程的柚子，那它当然就是一个很经过细心呵护的柚子，那么消费者拿到的也就会是很好的产品，对，然后也会吃得非常非常的安心，对，那么当然它成本一定会相对提高，对，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是不能使用的，对，那么所以那这样的成本提高怎么办？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农民买，对，那我觉得直接跟农民买也可以降低一点点中间的一些可能产生的其他成本，对，我想这也是心怡今天坐在这边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对，所以这是柚子的部分。那当然现场我还有看到不同，像芭乐也是，对，这
这个芭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原始的大小，很大颗，它其实是珍珠芭乐，不是那个帝王芭乐。是，对，但是这个农夫他就是品管做得很好，他也是用无农药无化肥的方式，但是他透过那个蔬果。对，蔬果就是说，它会剪掉一些他觉得比较弱势的小的果，然后留下这些大的这些果实专心长大，是，然后它就会变得品质很好，所以它就是本来应该是小小的珍珠芭乐，然后变成这么大颗，可是它里面的水分非常高，是，然后也很脆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买来打精力汤。哦，直接打精力汤喝。对，因为它芭乐的维生素 C 其实一点都不输国外进口的奇异果。对对，哎呦。这个今天心怡讲的，等于一般来说维他命 C 我们就是要补充奇异果，对啊，但其实芭乐的而且芭乐的维生素，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地的小农自己种的，对，所以这也是让乡亲朋友在分享。我觉得其实听心怡这样讲哈，内心充满着温度。而且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自己讲起来也很有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觉得对整个台湾人的人民来说很值得，那对你也是，因为你收到很多小农的回馈。是，我看到好多他们写给你的卡片。对啊，就是我们的农友，他们像这个是这个农友他们家是种柠檬的，然后是用无农药的方式种柠檬。对。然后我很高兴，他女儿是学那个生物相关科系的，然后最后他还有去瑞士进修。哦，真的吗？对对对。然后这是他从国外写给我，对，我们农夫也是非常专业，他们会去各国进修。所以这个就是他从瑞士，你看后面的照片。对对对，这个就是从瑞士寄来的。对，他说，跟心怡讲，他说很高兴可以认识大家，然后合作之后，大家觉得很有革命情感，对，然后很感激你们，然后有给大家这么多新的想法，而且有这样产品研发的机会，对，然后就是祝福大家这样子，这就是他很有心哦，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你的最直接的回馈。对啊，我每次收到，我觉得很感动，我就知道啊，我那个推广这些东西是真的是为了什么？我当然是从训义讲的，你是按用推广婷婷，你鼓励大家到小农起家卖婷婷，其实其他希望工作得有很好，都感觉做得家业，按用介方式，都得用因为家业，如果用因做咧，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上来。好，今日到番伊做咧绕墙头系讯息咧度，天是节目地图，老大家来分享哦。其实咧，很少可能按多改产品的都系基本带来的。等一下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大家就来分享一下这样的水果，要来知道它到底有多鲜甜。对，因为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不过反战斗俩哈哈，其实一斗年嘞，那心怡其实心中会觉得说，这样子下去有很多的志工来帮忙，志工就是我义务或是我热情，我很热心，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事实上，俩今年也慢慢退航工，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回馈，所以我们有社会企业的成立。对，社会企业，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心怡一下这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社会企业是什么好了。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大目标的一种企业方式。那当然企业还是要获利、要营运、要照顾所有的伙伴，但是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那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呢，就是让台湾的土地变得更健康，然后台湾人吃的东西也变得更健康。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简单公司。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回馈这个社会，我可以捐钱。对不对？然后我可以盖什么东西，但是社会企业就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管道，我们其实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之外，也让这些服务的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合理的获利或是收益，对，所以现在这样的社会企业，像你们有很多的志工，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志工，对，之前现在志工变员工了，对，之前是志工，对，下变成员工，对，之前我们大概有12个志工嘛，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一起来成立了这个公司，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志工的时候，就是在介绍这些农产品啊。然后我们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媒体。对，我们介绍的时候，然后那个农夫他们就卖很好。哦，对。可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农夫要介绍了，然后我们又不是正职，所以当我们不介绍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像是被丧失注意力的明星，是，就突然就没有人要买他们的东西。对，那农夫也会觉得很可惜，他们希望说我们有一群人可以用正职的方式来好好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专心生产。
对然后我们就专心来推广。对，所以现在的志工就变成员工了。对对，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事情，因为就变得更有组织、更有规模，对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小农慢慢要加入。对，然后也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来我们公司上班。哦，真的吗？对，因为他们也很想要，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农家子弟啊，然后他们对农业很有热忱，是对，然后他们也想要来加入推广农业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农业的范畴是很广的。对我们除了看到的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水果，其实还有很多的蔬菜。对，你看我们现在又看到像米粉，对，像这边还有红梨，还有红茶，对，这也是现在在你们那边都可以买得到的。对，比如说像这个。哦，对，像这个礼盒啊，就是像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农友的一个就像是宝物盒的概念，农友们的宝物就会全部收到这个礼盒里面。那像其实很多企业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合作，就是定做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一个礼盒。对，然后可以间接可以支持到好多个不同的农夫。我觉得这样很棒哎。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谁啊模哈，基公基少感都感农产品，大家就问说，请问你自己有下田过吗？哦，当然有，只是我晒不黑而已。你晒不黑？对，其实你曾经离开，对，就是离开都市，然后在农田就是一起工作，不同的农场工作了1年。对，你真的就自己去踩在那个土地上面，自己去亲自触碰那些土壤跟那些果子。对，就是农夫是我的老师嘛，我就跟屁虫跟他们一起学。所以这1年下来，你自己的收获应该非常非常庞大。对，各方面，对，就是看到他们对土地的这个感情啊，然后他们常常在种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特别想要讲他们的故事？对，是因为他们在种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只想到自己，他们是为了这个土地可以变得更干净，让以后下一代可以有更干净的环境，然后吃的人可以更健康，所以他们愿意牺牲很大的收成。是，对他们不用农药，他可能收成是减半，甚至更低，对，2成3成的很多，对，很多。然后他收入可能甚至减低，然后他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应该是要被更多人知道的。对。其实这也是我很惊讶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因为听心怡讲好像很简单很轻松哦，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中间很困难呢。我刚才才会问说为什么有一些冲突嘛？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跟一个老农接触，我们撇开年轻农夫，我们说老农，来杠天杠一声音我种了一辈子的水果，我现在70岁了，你跑来跟我讲说我现在要友善土地。对，这就是我很惊讶的地方。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是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比如说孙女，然后说服他的爷爷。哦，有吗？有啊，像我们前阵子在5月的时候，有一个爷爷，他已经90几岁了。哦，他种了一辈子的桃子，一辈子的桃子。对，然后他的孙女就回去，然后跟他说要用用自然农法，我们不要弄农药，阿公我们不要农药，我们要友善这个土地，然后我们要有机，我们要自然。然后阿公丢洗浪水，他怎么能理解？那阿公可以理解，因为阿公年纪比较大，他经历过以前没有用农药那段时光啊，最开始对，所以他也希望嘛。对，那当然他们这样子遇到的困境就是说，突然没有用农药，那虫就会比较喜欢来吃。所以就是刚好今年，他的9成的桃子都被虫吃掉了，那怎么办？听起来很悲伤，对，然后我们就很悲伤，我们就想说，你想想看，一个90几岁的阿公给偷种一声音，然后你今年跟他说自然农法，然后他今年的收成9成都被虫子吃了，对，怎么办？所以我还蛮感动我们的消费者，就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农夫做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其实台湾消费者越来越有意识，就是当农夫不能收成的时候，他们会想说，我本来要买的，可不可以不要，因为我们都会退钱给他们嘛，因为没有啊，因为先定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先预定了，然后也先付款了，然后等到采收的时候才会寄到消费者的家里。对。然后我们很多消费者都说，拜托可不可以不要退钱？我想要把这个钱留下来，让他们下一年可以继续耕种，或者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一部分让他们是照顾那个果树的费用。虽然你没有收成，但是他照顾那个果树有人工，它还是有成本啦。对，因为我们常常说哈，我们说谁农果农哦。那当然水果也分很多，像比如说高经济的产物，对，但是不是每一种水果都一样。那我们说 containship 有很多的果农，他可能因为一个台风，所有的果子都掉到地上了，对，感觉上他没有得卖，大家觉得你今年没得赚，可是实际上
不是，他过去1年营烟地毒，他付出的成本，对人力也好，我们说其他的相关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他其实他都付出了，但他可能没有办法回收。对，所以后来那个桃子最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就邀请消费者想了12种。能够解决 NG 桃的方法，因为它有些是被虫咬，但还是可以吃。是，它只是卖相不好。对，有拿到市场会没人卖，没人买。对，但是有些真的很严重，是真的没有办法吃。但是消费者也集思广益，帮我们想了12种怎么吃 NG 桃的方法，比如说烤它，然后变成一个那个烤桃子优格。好感人哦！对，然后有些人说，怎么样提供食谱，怎么样做果酱，然后反正他们就想了12种，对，然后就解决了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那当然，农夫的收成和收入一定会减少，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看到台湾消费者意识的抬头，是对，会一起来解决问题，不是说天后的责任就是农夫自己承担，是因为天后的问题是大家全人类一起造成的。对，所以阿公应该很开心哦。后来，对，阿公就用客家话录了一段。阿公是客家人。对，然后我们有把它放到网络上面。真的，阿公说了什么？阿公说了什么？我们可能可以提供 VCR 给他参考。他就说谢谢网络，因为他其实不知道网络是什么。他说谢谢网络上面的消费者。那明年我会更努力，种好吃的桃子给大家吃。对呀，好感人哦。对，因为他可能一辈子种了一辈子的桃子，他也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因为还用了自然农法。对，然后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整个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其实今天邀请心怡来到节目地读到台高的分享，其实听了这么多感人小农的故事，心里也觉得很温暖。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各位娘也捞兄亲没有在分享，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惜我们的土地。我觉得除了环保意识的抬头，不是只是什么不要丢垃圾啦，在山里面我们要去捡垃圾，然后海洋我们要注意海洋的垃圾，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吃的东西，这个每一个你拿到的东西，它的处理过程不同，当然就会造成不同对环境的影响。对，然后刚才心怡讲的，除了我们让小农友这样的一个认知，希望大家可以种出更健康的食物之外，也让大家知道，其实消费者也要理解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今天以卖狗子，以卖呛水50块，我要买这么多，对不对？以前会这样嘛，对，要很漂亮。然后又要卖相很好，所以今天绕场心怡来给大家平时绕台高的富雄安的观念哈。最后30秒有没有什么要呼吁大家的？呼吁大家就是，其实我们愿意花很多的钱去换手机啊，然后换包包啊，但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不会回到你的身体里。当然那些东西也很棒啦，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愿意多花一点在生活本质上面，你就买好的东西，然后健康的东西跟家人一起吃，其实我们会省掉很多健保的费用，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好的健康的东西。那其实一个是环境，我们不会造成很大的污染，政府要花很多的钱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后再就是说你的身体跟你的家人的身体会比较好，你就不会到后来也要吃很多的药或是营养保健食品，然后就本末倒置。真的，所以傅一聪感谢心怡哈，台大又躺到了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心怡来到这边分享，有机会多到节目来分享不同的农产品，好不好？跟小农的故事，什么一什么台嘎，什么台嘎，好兄弟朋友，等下聊好天的人头系统的总人头流。